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5月6号的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分享眼花盲目、糊里糊涂。以赛亚书的29章1到24节。首先，我们要来读今天的金句，在29章的第10节。上主使你们昏昏欲睡，他关闭你们的眼睛。先知应该是人民的眼目，但是上帝遮蔽了他们的眼睛。经文分为2个大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1到14节，里面主要提到预言耶路撒冷，它将被敌军来围困，也预言最后这些围困的军队要被击退。那犹大人他们用嘴来敬畏上帝，其实心是远离的，因此上帝要封闭启示，灭绝这些智慧人认为自己的智慧。第二部分是这些人他们背着神来投靠埃及，这些人是有祸的。那先知也预言新约的时代，上帝的奥秘将要被解开。其实耶路撒冷圣城，它是政治、宗教还有经济的中心，繁荣热闹。虽然看起来他们的宗教的节期好像继续在进行，但是上帝要让他们遭受到敌军的攻击。在苦难的日子，城中这些百姓就好像现在祭坛上的牺牲品一样。当人的心灵被黑暗遮蔽的时候，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盲目、愚昧、糊里糊涂。所以百姓从上帝的恩典当中来堕落，有漠视，但却不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以赛亚先知他就指责这些百姓你们有敬虔的外表，但是内心却没有真正来敬畏上帝，不依靠上帝，这样的敬拜也是枉然。他们只信赖人的方法和聪明，所以上帝呢，要使他们的智慧、聪明成为自己的网罗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确忘记了上帝是创造者，所以以至于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蒙蔽上帝。事实上，如果你真的知道上帝是造物主，是创造者，你就会知道这种想法是非常愚昧的。对于罪恶，上帝必施行审判，但因着这些人如果悔改、尊主为大、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他也必再次来赦免、赐福他的百姓。我们来默想，思考一下，你现在你的信仰光景如何呢？你对这位上帝认识又有多少？你觉得你现在敬畏上帝吗？或者是嘴巴说说，心里却远离他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也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真正得着自由，能够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，用敬虔的心来亲近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